后来全新的电视剧，我的婆婆哪会遐可爱，就是我的大家哪会遐古锥。这个周末要来播出，主要是咧讲大家新妇之间种种的甜酸苦涩。知影你对头的有感情啦，嘛甲头的哦结好。一间几啊10年的老饼店，头家过身，5个囡仔内面，敢若上细汉这个后生有这个意愿要接手，但过嘛不幸过身。全新的电视剧《我的大家奶只古锥》，本来伤心的头家娘，搁牵拖伊的新妇，人讲隔日问这个新妇带水，引起大家新妇的战争。也当我们家修挂瓦固，还是要挑战他一下。你输不起，你没自信；你输不起，没自信；你输不起，没自信。头家娘问今海囡仔，什么人想要接这间饼店？这间真好食，比赛人什么人要花？爱我讲，我袂讲因不好啦，我会讲因哦，在塞奶的。最后，本来甲大家对抗这个上细汉的新妇，决定完成亡夫的梦想，以事业伙伴关系，甲大家联手解救这间老饼店。这出家庭的生活剧，嘛引起公共集团董事长陈玉秀的共鸣。那尤其这个生活剧最重要，它是很贴近我们的常民生活。这个摆拉播的电视剧，我大家乃只古锥，可能描写的嘛是真实世界内面，真个大家新妇之间的生活。